倩瑶，倩瑶，都住手！你以为我们还会相信你吗？你就是想故意挑起我们明珠谷的内斗，让我们互相猜疑，然后你们好逐个击破。我当时并不知道那是李定国和朱子轩设下的圈套，我以为在那厢房之中守着二公子的，就是王爷最疼爱的侧王妃。我怎么可能会去杀他？你当时为了隐藏自己的身份，想趁乱杀了侧王妃，也不是没有可能啊。之后你大可以在王爷面前将所有罪过全部推在明珠谷的身上。当时我们知道六师傅是吴三桂的奸细，自然不会相信他说的话。包括我跟樊姐姐，也选择了相信你。但是这一次，我跟朱哥哥成亲，康熙知道，并且悄悄地过来看我，我就知道，我们内部肯定还有朝廷的奸细。所以，六师傅根本就没有撒谎，而且五师傅根本就不是内奸，他是被真正的内奸所陷害的。那日，五师傅变成了王妃，王妃变成了五师傅，瞒过了所有的人。但是别忘了，平日里四师傅跟五师傅的关系非常好，所以你爹一定是看出了破绽，决定将计就计，把呆若木鸡伞毒倒了扮成王妃的五师傅。但是六师傅还想冒险救走吴应琪，可是万万没有想到，吴应琪跟王妃都被毒倒了，所以只好取消计划。而你爹，我的四师傅，就是趁这个时候下手的。你爹杀了五师傅，把自己的腰牌放在了五师傅的身上，把奸细之名栽赃给了五师傅，又把杀害五师傅的罪名嫁祸给了六师傅。小师妹，这些都只是你的猜想，你为什么宁可相信六师傅，也不愿意相信我和我爹呢？王我爹从小最疼爱你，我更是对你一往情深，为了你，我可以连性命都不顾。没错，平日里，诸多师傅当中，四师傅对我最好，你也有很多次为我出生入死，所以我一直不曾怀疑过你们。直到那日，你千里迢迢从滇都回到京城，约我出宫，说要带我私奔。叶哥哥，哎呀，这地方太难找了。小师妹，你总算来了，你不知道，我等你等得好心急啊。你以为皇宫那么好出来啊？想进就进，想出就出啊！我跟那个守卫磨了半天才出来的。咱平时不都在慈航药铺接头吗？为什么今天在这儿啊？而且你给我的暗号那么少，我找你一路了。我故意把暗号留得很少，就是不想明珠谷其他的人看见。为什么？不是逃难，是旅行。我带你离开京城，离开明珠谷，找一个谁也不认识我们的地方，过我们想要的生活。因为你知道，我跟雪姐姐还有朱哥哥的身份已经暴露，而康熙已在皇宫中布下天罗地网，所以你才想引我出宫。那是因为樊师姐收到了吴应琪的飞鸽传书，所以我才能提前知道。趁她去通知大师兄的时候，我就想带你私奔。樊姐姐收到吴应琪的飞鸽传书，那是十分紧急的事情。可是当时，你的那辆马车，还有马车上的物资，显然不是仓促之间能够备好的。而当时你跟樊姐姐正在滇都执行任务，你却未奉命令自行回了京城。小师妹，那是因为我在滇都待的时间太久，实在太想你，所以才会未奉命令私自回京。至于马车上的物资，其实我早就有带你私奔的念头，所以提前做些准备也在情理之中啊。你到现在还在骗我！那日我们抓住了孙福，你却把他杀人灭口。想不到10几年过去了，你更加疯狂，竟然用你的亲生女儿假扮青楼女子，色诱于我。默生，你竟敢擅作主张！你，默生，你怎么把孙福给杀了？那个时候，我们都以为你杀他是为了我，可是现在我才知道，你杀他是怕他泄露朝廷中的机密。你真是把我当做偷斧子的人了。
所以回想我之前所有的一言一行，全部都成了偷斧子的嫌疑。我杀孙福，那只是因为他在剧院里轻薄了你，我心生愤恨。叶默生，不止杀了孙福灭口这件事，舒婉心也是被你爹故意放走的。舒剑的女儿舒婉心，她逃走了。这舒婉心出身在官宦世家，又不会武功，她是怎么从您手中逃走的？你知道的，四师傅有些迂腐，把男女大防看得很重。她一个女孩子家，要走得远远的去方便，我也不便跟着去查看。等我发现异常，赶紧去追，已经来不及了。当时我就觉得奇怪，以你爹的能力，舒婉心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，居然还能从他的手下逃走。但是后来四师傅的解释我信了。叶默生，我跟朱哥哥还有所有的人都那么相信你们父子，可是我们真的万万没有想到，你们却是朝廷的奸细，你们还杀了我师父，还嫁祸给他。小师妹，你到目前为止所说的一切，也都不过是你的猜测罢了。好，就算我说的这些没有足够的证据，那么这2封黑狐给皇上的密信，你怎么解释？叶哥哥，我们从小到大青梅竹马，彼此的字迹再熟悉不过，难道你还要告诉我，这上面的字是别人仿的吗？没想到，你居然会拿到我给皇上的密信。不错，我跟我爹就是黑狐，吴师傅是清白的，是被我爹栽赃的。你终于跟我亲口承认了。事到如今，我如果再抵赖，还有什么意义？反倒会让你看不起我。叶哥哥，你虽然亲口跟我承认了，可是从你的嘴里说出来，我的心还是阵阵的泛寒。原来你之前对我的一切，全都是虚情假意，对吗？不是的。我和我爹虽然被迫做了朝廷的奸细，可我对你的心意却无半点虚假。就好像你不得不奉命在皇上身边潜伏，难道说你对皇上的情谊也都是虚情假意吗？我跟我爹到明珠谷的时候，我才不过只有2、3岁。如果之前的事情我完全都不记得了。我从小是跟你、大师兄、雪师姐、樊师姐一起长大的，我对你们是有真真切切的真感情的。直到前年，我爹带我出去执行秘密任务，他突然告诉我，说我们不是大明臣子，是大清子嗣，说我们是鳌拜派遣的明珠谷的密探。不可能！我不相信，我们明明都是中明联盟的人，怎么可能是大清子嗣？默生，爹难道还能骗你啊？我们不姓叶，我们姓叶和那拉。叶和那拉一族是大清中赫赫有名的大族。当年我阿玛，也就是你爷爷，他犯下了死罪，鳌拜赦免了他，但却要求我伪装成大明臣子进明珠谷潜伏。我不听，我也不信，你不要再说了。孩子，等我带你见了你娘之后，你就会明白，爹说的全是实话。你不叫叶默生，你叫叶赫那拉默生。我娘不是死在清军的手里了吗？你说这些年你心里一直挂念她，所以一直都没有再娶。
那些都是我骗明珠谷人说的谎话。当年我化名叶明章进明珠谷潜伏，谷主陈胜男见我孤身一人，便要为我做媒。我也考虑到，如果长期不成家会被人怀疑，我又不敢私娶汉女，我就只能说我家中已有妻子孩子，要去接妻儿一同来谷，然后就把刚出世的你带到谷中抚养。当时你娘也很舍不得你，但也无可奈何。这么说，我娘她还活着？当然，你娘是大家闺秀，不懂得伪装，容易露出破绽，就没有跟我来明珠谷潜伏，所以我就谎称你娘死在清军手中。这些年我心中放不下你娘，就不愿再娶，这样也省去了很多麻烦。随后，我爹带我回了我们在北京的家。谢祖父祖母。默生，这是你大伯、大伯母。大伯啊，大伯母。默生，这是你额娘。孩子，你都长这么高了，娘想你，娘想你啊！娘，好了，夫人啊，别哭了，我们不是好好的吗？等再过上几年，剿灭了明珠谷的乱党，我和默生就可以回来和大家团聚了。别哭了，默生，这是你表妹乌雅如意，你姑父姑母死得早，就留下这一个女儿放在我们家，由你额娘来抚养，她也算是你的亲妹妹了。见过默生哥哥。如意妹妹，啊，我和默生说两句。啊，默生，你这就算认祖归宗了，以后要随时记住自己的身份，别把自己再当做明珠谷中的乱党了。那谷里的师傅、亲友们、师兄师弟、师姐师妹们，他们都是我们的敌人。所有著名联盟的人都是我们不共戴天的敌人，我们的任务就是有朝一日把他们一网打尽。那也包括小师妹吗？当然，默生，爹知道你喜欢易欢，可你们那是不可能的。再说了，李易欢早和朱慈轩定了亲，他心中完全没有你，你千万别白费心机了，这样会害了你自己，也会连累我们这么大一个家族。易欢，如果换做你是我，现在你爹突然跟你说，其实你们是朝廷派来的密探，要让你们把从小在明珠谷里一起长大的亲人，当做不共戴天的仇人，你会怎么办？你知道我当时心里有多难过，多震惊吗？可我没得选。其实你也一样，你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一生下来就要光复大明啊！你在7岁那年，莫名其妙的成为了大明的太子妃。你有得选吗？小师妹好像跟皇上约好了，要劝降师傅们，让他们放弃光复大明，接受朝廷诏安。他还说，他会暂时为我们保守秘密。哼，易欢呢，毕竟还是个小丫头，她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。朱慈轩、李定国、樊离他们哪个不是对我们大清恨之入骨啊？怎么可能放弃光复大明，接受诏安？是啊，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皇上命我从李定国身边盗走真的铜匣，我一直没找到机会。现在情形危急，你我只能孤注一掷，赶在易欢把你我身份告诉李定国之前盗走铜匣。靖王，我跟盛南四处查访，
终于查到太子的疑似线索了。前天晚上，有位联盟的弟子看到太子在尾随一个身形打扮都酷似一欢的女子，进入了一条小巷。接着，小巷里传来打斗声。那位弟子悄悄地跟进小巷，远远地看到一个蒙面黑衣人把太子抱上了马车。那个黑衣人什么来头？这位弟子本想追上那辆马车，可是由于武功低微，没能追上。若不是当时太子已身负重伤，以太子的武功，纵然遇上强敌，也不可能连发出救援信号的时间都没有。太子身负重伤，这全都怪易欢。易欢从小就任性，我们对他又如此纵容，但是，我居然没有想到。爹，二师傅，三师傅，我回来了。你还知道回来？花儿回来了就好。来，花儿，起来说话。不，二师傅，爹，三师傅，我回来是来跟你们请罪的。那日我不应该看到康熙发出的信号就私自去见他，我应该回来跟爹，还有诸位师傅商策以后，一起撤离泉水山庄。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？太子已经被人掳走了，下落不明。什么？朱哥哥被人掳走了？怎么可能呢？那日朱哥哥受伤昏迷以后，我怕他醒了跟康熙有冲突，给他喂了药，我就跟随康熙先走了。如果他醒来以后会回来的，怎么可能被人掳走呢？那天晚上，你跟康熙走了之后，太子一直没有回来，在外面借酒消愁。前天晚上有一个联盟弟子，看到他被一个黑衣蒙面人掳走了，带上了马车。黑衣蒙面人，什么来路？这还用问？一定是康熙那个狗皇帝言而无信。他带你离开之后，又悄悄派人把太子给抓走了。不可能，龙小弟答应过我的，如果我肯跟他回宫，他会放过朱哥哥的。混账！你居然叫他龙小弟！你居然还相信康熙那个狗皇帝的谎言？难道想气死你爹吗？爹，我不相信，康熙他不会出尔反尔的，他不会骗我的。晋王先息怒，花儿，你说你随康熙回宫，一是为了救太子，二是为了查出奸细。那你现在知道奸细是谁了吗？嗯。不过在此之前，我还有一件事情要跟爹，还有诸位师傅们说。先起来再说话吧。不，二师傅，我知道我下面要说的这些话，在你们眼里是非常大逆不道的。花儿不敢站起来。你要说什么？爹，我们为什么非要光复大明呢？只要全天下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，这个天下姓朱或者爱新觉罗又有什么区别？我们为什么要挑起战争，让全天下生灵涂炭？我们为什么不能跟现在的朝廷合作，把我们的才能用在治国安邦上呢？混账！你居然说出如此大逆不道之言！你这次回来是受康熙挑唆，回来招降我们的吧？爹，从小到大你都教育我，说大清朝廷是如何的残暴无道，朱明天下才是正统。只有让朱哥哥当上皇帝，全天下的老百姓才有好日子过。但是在这大半年里，我跟康熙相处的这大半年，我看到的康熙，他心里不仅有朝廷，还有全天下老百姓和他们的疾苦。他励精图治，他是一个好皇帝啊！住口！晋王，不要！不可，不可呀！
大明最后的希望。倘若你也被策反了，我们这些人这么多年的努力就要付之东流了。欢儿，你是不是中了那个小皇帝的毒了？自古帝王之心最难猜揣测，也最是无情。你怎么能相信那个清廷皇帝的情爱和仁义呢？啊！二师父、三师父、爹，如果你们接触了康熙，你们会发现，他是个仁爱大爱的皇帝，他会是个好皇帝的。你，欢儿，靖王，冷静一点。靖王，冷静一点。眼下欢儿算是被那个狗皇帝蛊惑得很深，说了一些大逆不道的话。可是我们急也没用，我们应该想办法让他认清那个狗皇帝的真面目，慢慢让他想明白。我相信他亲娘的在天之灵一定会保佑他的，不会让那些敌人利用他的。我李定国愧对先皇，愧对大明啊！欢儿，相信你一定知道，在我们之中，谁是奸细。那间，他是你四师父吧？三师父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撤到这里之后，种种迹象表明，我们剩下的人之中还有清廷的奸细。我跟那二师父不可能是奸细，剩下的就只有你四师父了。如果叶明章是奸细的话，那默笙岂不也是奸细了？还用问吗？难怪倩影从吴应期手中得到金钥匙以后被调了包。开始我们还怀疑是吴三桂，后来又怀疑是唐一手，如今看来，一定是叶默笙。爹，那你们打算怎么处置叶哥哥还有四师父？你会杀了他们吗？如果他们只是清廷的奸细，我还可以饶他们不死，废了他们的武功就算了。可是他们冤杀你五师父，这笔账一定要血债血偿。对，一定要他血债血偿。不好，如果他们父子是奸细的话，他们会不会打铜匣的主意？老四，你放下铜匣，我饶你父子不死。李定国，你以为我是3岁小孩啊？能上你的当？我杀了唐一手，你们肯定不会放过我的。老四，老五暗恋你这么多年，默默地等着你，一直不肯嫁人。你一直借口放不下你死去的夫人，不肯接受她的情谊，这就算了。可是我想不到，你还狠心把老五杀了。我也是没有办法，当时你们查内奸查得那么紧，我不让唐一手做替死鬼引开你们注意力，我和默笙就没办法在你们中间潜伏。你们是光复大明为毕生的理想，而我身为大清子嗣，也必须效忠大清。事到如今，也没什么好说的了。动手！住手！倩影，倩影，都住手！3位师傅，放我跟我爹走，不然我就杀了樊师姐。呸！你这个奸细，不配叫我师姐。对不起了，各为其主，身不由己。走。
爹哥哥，你真的忍心杀了樊师姐吗？若是在平时，我宁愿自己死，也绝不会伤害你们。但现在，我是为了救我爹。如果换作是你，你会怎么选？我数3声，如果你们不肯放我们父子走，我就杀了天影。休想！叶明章1、2，你敢杀千影，我把你碎尸万段！3，慢着！慢！叶明章，你也是看着千影长大的，难道你真忍心杀了他吗？只要你们肯放我们父子走，我保证，千影毫发无伤。你不就是想要人质吗？好，我来当你人质。相公，只要你放了千影，你要杀要剐，任凭你处置。爹，不要！千影，你是爹的女儿。你小的时候，爹为了救易欢，害你被熊爪毁了容。这件事在你心里一直留下了很深的阴影，而在爹的心里也非常愧疚。后来吴英奇把你的脸治好，可爹还是觉得对不起你。这次就让爹来偿还吧，让爹来做人质。啊，爹，女儿早就不恨您了。真是父女情深呐！李定国，还是你够狠！当年为了保护永历帝，你居然亲手射杀了自己的妻子女儿，来成就你自己的愚忠。今天，你是想用千影，还是想用樊兄来成就你的另一番功绩呢？爹，叶明章，今天我放过你们父子，但是你背叛明珠谷，杀了唐一手，这个血债，我早晚会让你偿还。没想到啊，一向冷酷无情的晋王，竟然也懂得了能屈能伸。少废话，放了千影。人我会放的，不过我们要到了安全的地方才能放。你，莫生，走。千影，樊师姐，都别过来！千影，叶明章，你们已经到了安全地带，快把人放了。我们到了安全地带，自然就不怕你们了。人我是不会放的，他也是朝廷的重犯。叶明章，想不到你出尔反尔，毫无信用。你看着我走。叶明章，千影，你看着易欢，樊兄，我们追。好，千影，相公，爹，义父。你们的法子，我早就做了手脚。一受重力必定会散架的。我这个竹牌是牛筋绑的，这是我早就想好的逃跑计划。叶默生，没想到你和你爹都是这种毫无信誉的卑鄙小人，难怪小师妹她不喜欢你。千影，千影，千影，义父。混蛋！爹，既然你已经安全了，我们就应该信守承诺，放了樊师姐。千影，来，樊师姐，千影，千影，你没事吧？傻孩子，别哭了，现在不是没事了吗？啊！我原来以为你心里没有我，没想到你这么爱我。傻孩子，你是爹的女儿，爹
爹怎么会不爱你呢？爹娘都很爱你。啊，现在没事了啊？没事吧？对了，爹，四师傅跟叶哥哥真的拿走了铜匣，怎么办啊？你现在知道急了。我只是不想让你们再跟朝廷作对，让天下陷入内乱。可我也不想让康熙拿到铜匣。靖王，奕欢的事情以后再商量吧。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拦截叶氏父子。好，我知道一条小路，也许能赶到他们前面。那快带我们去。走，走，走。他们来了，准备动手。啊，爹，不行！奕欢，你要是阻挠我们夺回铜匣，爹从此以后就再也不认你这个女儿。不是，爹，你看现在是黄昏，应该是倦鸟归林，可是现在群鸟乱飞，这说明附近一定有埋伏，咱们应该观察一下，再行动。靖王，焕儿说的对，我们不可以情急之下乱了方寸。叶赫大人，叶赫公子，皇上命我在此恭候多时了。有劳索大人呐。那我们就请吧。走，撤。好险啊！亏了皇儿心细，不然的话，不仅拿不回铜匣，我们也无法全身而退。要是我们被擒了，这朱明联盟可就群龙无首了。唉，康熙现在手上已经有了铜匣和一把金钥匙，如果再让他得到另外2把金钥匙，那我们光复大明的大业就彻底的完了。不但没拿到铜匣和金钥匙，太子也必定落到了他们手里。奕欢，康熙一边让你来劝降我们，一边暗地派人把太子抓走，还派叶氏父子来盗走铜匣，设下埋伏，等待接应。你还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？你还坚信康熙他没有骗你？龙小弟，难道你真的是在骗我？你只是想要利用我，得到铜匣，再把我们都一网打尽吗？一会儿太皇太后和皇上召见咱们，你尽量。这回这铜匣子可是真的了吧？回太皇太后和皇上，这铜匣乃是奴才父子从李定国房间的暗壁盗出，不会有假。可取一盆水来，奴才愿为皇上和太皇太后当场验证。皇上，请看，这真正铜匣上面的龙一旦入水，便如同活了一般。皇上，这叶赫那拉父子俩不仅是找回了一把金钥匙，而且还为皇上找回了真正的铜匣，立了大功了。皇上可得好好的封赏啊！回太皇太后的话，奴才父子对大清一片忠心，能为太皇太后、皇上效力，不求回报。有功不赏，那谁还替朕效命？叶赫那拉明章，朕封你为内阁学士，官从2品。叶赫那拉默生，朕封你为1等侍卫，留侍宫中。
谢皇上隆恩。不仅他们父子俩理应封赏，还有一个人你也该赏赏。太皇太后宣答应，乌雅如意觐见。臣妾乌雅如意，见过太皇太后，见过皇上。平身吧，都平身吧。谢太皇太后。谢太皇太后。乖孩子啊，过来，过来，来坐在哀家身边来。来，坐在哀家的身边来，来。皇祖母，这位是？她叫乌雅如意，由叶赫夫人一手把她养大，也算是叶赫那拉陌生的亲妹妹了。如意今年呢跟着李易欢一块入的宫，只因为她的性子太温柔了，不太爱出风头，所以呢就没有引起皇上的注意，因此呢就只封了一个嫔界最小的小答应。以后皇上啊，得多多的疼惜这孩子才是啊。既然是叶赫那拉家的人，那朕是应该好好的疼惜。从今日起，朕晋乌雅如意为德贵人。谢谢皇上。谢皇上隆恩。平身吧。谢皇上。再给皇上和哀家说说，李易欢劝降李定国等人的归降之事进展如何？回太皇太后的话，李易欢归来之后，并未向李定国等人劝降，而是拿着犬子默生写给皇上的密信，向李定国等人揭发奴才父子是朝廷的奸细，逼得奴才父子不得不强抢铜匣。那其中过程真是险象环生。幸亏樊倩影没有识破犬子的身份，被犬子突然袭击擒住作为人质，奴才父子才有命活着回来。这易欢他只是揭发了你们父子的身份，却并未劝降。不错，李易欢告诉李定国，说他之所以跟着皇上回宫，一是为了保护朱慈轩，二是为了查出内奸。皇上，你赌输了。默生，你怎么搞的？刚才皇上封赏咱们父子和你表妹如意，你脸上为什么连喜色都没有啊？我甘心为朝廷卖命，不过因为我是阿玛的儿子，身体里流的是叶赫那拉氏的血，并不是为了什么封赏。可你如此，岂不让太皇太后和皇上起疑心呢？我顾不了那么多了。阿玛，我不明白，小师妹明明已经劝降了，而且还差点被大师傅杀了，你为什么还要撒谎？你懂什么？如果易欢劝降成功，那咱们父子10几年苦心潜伏岂不白费？那还有什么功劳可言？何况太皇太后曾暗中给阿玛下了懿旨，让我离间皇上和易欢的情感，难道阿玛还敢抗旨？这也是太皇太后的懿旨。不仅如此，让你悄悄抓住朱慈勋关进天牢，也是太皇太后下的懿旨。默生，你要记住，以前咱们身份没有暴露，还可以和明珠谷的人保持一份感情。现在咱们是大清的臣子，再也不能和明珠谷的人有任何瓜葛。你也不能称他们大师傅、小师妹了，否则，你将给叶赫那拉家族带来灭顶之灾。我们今后要建功立业，扶持你表妹在后宫上位才是。
皇上，皇祖，三儿答应你，从此以后再也不见一欢，彻底放下他。但是皇祖母也要答应孙儿，不论任何情况，都要留他一命，不要伤害他。皇上，咱们祖孙俩一言为定。什么人？胆敢擅闯宫门？我乃皇上的笔墨侍书，这块腰牌是皇上亲赐的。你等一下。哎，能让他进去吗？听说这个职位撤销了。皇上有旨，笔墨侍书之职位已被撤销，这枚腰牌已经作废了。你是说，皇上不肯见我，连宫门都不让我进吗？没错。听说你以前很受皇上恩宠，可现在皇上连见都不想见你一面，还不快走！再敢在宫门口喧哗，我等就对你不客气了。龙小弟，不，皇帝陛下，原来这才是你我真实的距离。好，我走。追！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拦住他！别跑！让开！老孙子，这丫头只可生擒，不可伤的。闪开！快滚！就你那三脚猫的功夫，还想强闯紫禁城？要不是头吩咐不能伤害你，10个你也早就人头落地了。快滚！好，龙小弟，你不见我是吧？哎呦，李公公啊，您老是什么时候出去的？我们怎么没看见您出宫啊？咱家是奉了皇上的密旨，出宫办点差事，从侧门出去的。如今这差事办完了，自然就走正门了。你们怎么能看得见呢？公公辛苦了。好说好说，改天请你们大家喝茶。谢谢公公。什么人？给我拿下！李公公，是我。住手！啊，原来是侍书姑娘。啊，不对，现在没有侍书姑娘了，是李易欢姑娘。姑娘，你快走吧，皇上他不见你。李公公，麻烦您进去跟皇上说一下，说我来了要见他，万一他改变主意了呢？哎，没有用的，皇上已经说了，他不会见你的。哎，等一下，李公公，麻烦你帮我把这个手帕交给皇上。好吧，我给你试试啊。
龙小弟，以前我可以随时见你，我的每一次出现都会给你带来惊喜。可是如今，我们却已是咫尺天涯，这道门槛，我再也跨不进去了。易欢姑娘，皇上还是不愿意见你。那我的手帕呢？啊，你的手帕皇上留下了，皇上让我把这个还给你。龙小弟，你为什么不肯见我？你已经拿到了铜匣，我对你来说没有利用价值了，是吗？你为什么要骗我？你为什么不肯放了我朱哥哥？为什么？皇上有旨，送李易欢姑娘出宫。他一定又是在试探玄烨，你万万不可心软。李德福，在，把这个拿去还给他。这。你们这是干嘛呢？义父，这李易欢假扮成李公公闯进宫来，说要见皇上，被皇上轰了出去。没想到他居然一下子晕倒了。哦，
他这是真晕倒啊，还是假晕倒啊？身体这么沉，想必是真的晕倒了。不过我听说他以前就有着头疼晕倒的毛病。对，听说他上一次晕倒了，皇上亲自守了他1天1夜呢。住口！别乱嚼舌头。皇上怎么可能为了一个女反党守上1天1夜呢？是卑职多嘴了，索大人恕罪。行了，把人抬走吧。这。纳赛，来。怎么了，义父？一会儿你们把他抬到紫禁城外，你要想办法。明白吗？义父放心，这事儿包在我身上。去吧。你们先下去吧。这。统领大人。东西还给他了吗？回皇上的话，奴才已经把荷包放在了易欢姑娘的身上。如果她还能醒过来的话，应该能看见。你说什么？她不是装晕的吗？她不应该出了宫就活蹦乱跳的吗？皇上，易欢姑娘这次可不是装的，她真的晕倒了。听说她今天闯了2次宫，跟侍卫们交了2次手，可能是用力过度，身体发虚，诱发了她头痛的隐疾。奴才追出去以后，发现她躺在树下。奴才过去，探了一下她的鼻息，还有点微弱的气息，也不知道还能不能醒过来。哎，皇上，皇上！皇上恕罪，慢着点，皇上！皇上，怎么了，索大人？快，皇上怎么了？喂，回头我再跟你讲，索大人，我得伺候皇上去。皇上。皇上，慢点儿！